Hello，大家好，我係 Driver Sir。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喺英國代課多年，覺得最值得討論嘅教育現象。如果要我用一句說話形容英國唔少學校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嘅方法，我會形容為係解決事情，而唔係解決問題。甚至有時我會覺得係一種斬腳趾避沙蟲嘅做法。當然，我並唔係話所有英國學校都係咁，但我去過咁多間學校，加上同過唔少喺英國其他地方學校做嘢嘅朋友傾，都遇過唔少類似嘅情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幾個令我印象最深刻嘅真實故事。第一個例子就係好多英國小學都會舉行嘅 Golden Mile，唔少學校會安排學生喺午飯嘅時間圍住學校跑步或者慢行一個圈，希望小朋友做多啲運動。不過我去過其中一間學校，發現嗰度個學生每次跑圈嘅時候秩序都十分混亂，有人會一路跑步一路傾偈啦，互相追逐啦，甚至有學生故意拍打一啲仍然上緊堂嘅班房窗戶，騷擾其他班別。過咗一段時間，我再去到呢間學校代課，竟然發現佢嘅 Golden Mile 消失咗。於是我就問老師原因，佢哋就答啦，係啊，因為學生太嘈太混亂，費事影響其他班上堂，所以學校決定取消咗呢個活動。當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真正嘅問題其實唔係個 Golden Mile 嘅活動，係學生嘅行為問題。如果學生跑步嘅時候騷擾其他班，唔係應該加強巡邏，教導學生要守規則，而唔係直接取消整個活動？冇咗個活動，問題係咪真係解決咗呢？另一個例子係發生喺我朋友一間任教嘅學校，佢哋嘅學生原本每一日都要先喺操場排好隊，再整齊嘅返課室。但係咧，喺佢哋排隊嘅時候，經常就非常嘈啦，秩序好差啦。老師教極講極，佢哋都唔聽。最後學校採取嘅方法就係取消咗排隊，學生直接自己行返班房。於是排隊變嘈呢個問題當然消失咗。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啲學生一路行返課室，咪一路都係嘈，其實根本冇改變，只係因為冇咗排隊，所以自然就冇排隊秩序差呢個問題。所以我就會話，佢哋會將問題攞走，而唔係改善學生嘅秩序。第三個例子係出現喺我另一位朋友所做嘢嘅一間中學裏邊，佢哋嘅學校花園旁邊原本咧鋪滿咗一啲嘅石春。但有學生竟然將啲石春咧周圍掉，甚至整爛啲玻璃。結果學校點做？佢唔係揾出涉事嘅學生重點教育，而係將整片嘅石春都移走晒。同樣嘅問題又出現啦。今日冇咗啲石春，但係聽日學生可以用其他嘢嚟搞破壞噶嘛？汽水罐啊、石仔啊、木頭乜都得。真正需要處理，其實仍然係學生嘅行為，而唔係啲石春。呢三個例子其實都有一個共通點，英國唔少學校嘅思維就係比較傾向降低風險，避免問題再次發生，而唔係花大量嘅時間將每一個學生慢慢訓練或者教好佢哋。呢個未必係佢哋嘅錯，因為可能佢哋嘅人手有限啦、資源有限啦，每日都要兼顧大量學生等等，好多時候佢哋會選擇一個最快最有效嘅方法，令學校立即回復正常。從教育嘅角度嚟睇，我始終覺得減低問題風險同埋真正改變學生行為問題，其實係兩個截然不同嘅方向。當然，英國學校並唔係完全冇紀律懲處嘅程序，其實每一間學校都有佢自己一套嘅方針。如果學生行為越嚟越嚴重，最嚴重甚至可以停課。不過我一直都有個問題，對於一啲本身都唔中意返學嘅學生嚟講，其實停課係咪真係一種懲罰呢？呢個就見仁見智啦。至於一般日常嘅行為問題，英國老師大多數都比較溫和，好多老師首先都會口頭勸喻，甚至有啲學校奉行呢個 no shouting policy， 即係老師盡量唔會大聲咁同學生講說話。當然唔同老師風格亦都唔同，尤其是高年班嘅老師，有時都會相當嚴厲。但係整體而言，相比香港，我覺得英國嘅老師普遍係較少用責罵同埋大聲呼喝呢個方法去管理學生嘅。如果勸導仍然冇改善，最常見嘅有幾個懲處嘅方法。第一就係留堂或者留小息啦，學生需要留喺課室5至10分鐘，甚至整個小息都唔能夠出去玩。第二就係將學生送去另一個班房上堂，呢個方法喺英國十分普遍。一方面佢哋覺得會令到學生尷尬，又收斂下情況；另一方面亦都即刻可以讓原本嘅班房恢復秩序。不過值得反思嘅係，
呢個做法會唔會將個問題帶咗俾另一個班房嘅老師呢？呢個又見仁見智啦。第三就係將有行為問題嘅學生送去俾校長啊、副校或者一啲輔導主任嗰度。我自己曾經都經歷過一次，有一個6年班嘅學生完全唔合作，喺班房裏邊出位傾偈，仲要大吵大鬧，完全叫唔停。我迫於無奈，唯有邀請隔離嘅老師去處理呢個學生。於是佢就被 send 咗去見校長。大約半個鐘之後，佢返嚟同我講咗句 sorry。至於佢係咪真心反省，定還是只係滿足校長嘅要求，我就不得而知啦。除咗懲罰之外，其實英國學校更加重視獎勵，例如一啲嘅 house point 啊、dojo point 啊，或者一啲 sticker、star of the week 等等。做得好就有得加分，表現差咧就冇獎勵。好多低年班嘅同學反而好重視呢啲嘅鼓勵。相比香港，英國學校一般較少有少過大過呢啲懲處。好少會將學生嘅行為問題正式記錄喺成績表裏邊，表主要都係反映學習嘅進度，而唔係行為表現。所以作為老師，尤其是代課老師，管理學生其實比香港困難得多。唔少學生知你只係代課老師，自然就冇咁大嘅威嚇能力啦。所以經過多年唔同嘅英國代課，我最大嘅感受就係英國同埋香港喺處理學生行為問題上，並唔係話誰對誰錯，而係背後代表咗兩種截然不同嘅教育理念。香港比較重視建立紀律同埋糾正行為，而英國唔少學校則係傾向降低風險，維持整體嘅秩序。究竟邊一個方法更有效？歡迎大家留言分享。鍾意呢集嘅內容就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我係 Driver Sir，下次見，拜拜。